今日使幾分鐘帶大家睇下呢一部嘢，問界 M9 墳場發電機電死人，電死嘅咩人呢？37.5歲，因為根據呢架車嘅一啲調研呢，佢嘅平均用戶年紀係37.5，亦即係中年人士，特別係有小朋友嘅，因為完全滿足晒佢哋所有嘅需求，又夠長啦，5米幾嘅車身啦，亦都夠闊啊！如果你停入呢咁嘅車位嘅話呢，你好容易就係入得去出唔到嚟，但係唔緊要，佢可以自己泊。但係呢架車最醒嘅地方呢，全自動嘅門啊！你可以睇得到個副駕係收摺嘅。我喺嗰邊會更加直觀少少。嗱，咁啊夠晒直觀啦！呢個位咧又可以零重力，亦都可以咧就收摺呢個前排副駕駛呢個位置係冇乜人權㗎。嗱，佢仲會再向嗰邊，等你有更加多嘅手部空間。嗱，就可以放平啦，成個人瞓喺度都得嘅，冇問題。好啦，所以其實佢無論係帶小朋友啊，或者你自己坐啊，或者你屋企人另外嗰位坐啊，佢都可以做到非常之好嘅呢種咁嘅乘坐體驗。再加埋中間咧有個 mon 嘅，勁到咧係可以彈出嚟嘅。咁華為做咩嘅咧？手機㗎嘛，呢度。又有部手機啦，佢控制啲咩咧？冷氣啦、歌曲啦、播嘢啦，同埋上面呢個幕布咧可以係懸停嘅狀態，亦即係佢係一比較細嘅 mon，其實佢係一個投影嚟嘅。呢個投影喺後邊投出嚟嘅。第三排嘅空間亦都非常之夠，而且佢係一個6座嘅設置，兩邊都可以裝 ISOFIX， 即係小朋友可以坐後邊啦。椅背咧係可以接嘅，無論你係屋企用定係話商務用都冇問題。落邊仲有雪櫃，雪櫃裏邊咧你可以凍可以熱嘅，佢係冷暖箱唔係叫雪櫃，所以裏邊嘅乘坐嘅氛圍空間都係非常之適合家用，而且商務用都冇問題嘅。呢個非常之平衡嘅一部車，重要嘅都要揸起身啦。嚟啊喂！正所謂咧，墳場發電機，你睇3個 mon 4個 mon 啊，呢度仲有一個 HUD， 咁多咁嘅電器，你話如果唔係發電機，點帶得起佢咧？咁呢架車揸起身點樣樣咧？個行駛質感咧就車如其名嘅 M9 嘛，好狗嘅。但係呢個咧又唔算一個完全嘅貶義，因為呢架車你只要正常咁行，好似而家呢啲咁樣用自駕又塞緊車啦，非常之好揸嘅。但係佢係就喺咩路面咧就比較差啲咧，有啲波浪形嘅，即係高速上面嘅遠基路段啊，咁佢就好似搖搖車咁啦。即係個底盤做得咧就係舒服得嚟咧，佢又冇乜嘢路感，一味追求呢個舒適，所以佢就會造成咗一種，佢就係為咗舒適而舒適，你舒適到又係唔係好舒適，所以好狗啊佢係。你就千祈唔好將呢架車就當為一個激烈操控咁啊，冇啊，即係3噸幾嘅車重，你就當佢係自駕咁使就得噶啦。呢個智能座艙，如果呢個華為 ADS 咧可以咁認第二嘅話，冇人認第一噶啦。我心目中嘅第二咧就係小鵬。乘坐啦，乘坐咧呢個模式咧都係咁。所以點解叫佢做墳場發電機啊？呢個副駕駛係可以收摺嘅，未到滿分嘅，但係90分係完全不為過嘅。所以大家如果係要呢架車嘅，就係一個非常之智能嘅出行工具。我仲要講一個地方，呢個位啊，嗱佢係鏡面嚟嘅，做得係好靚嘅，bling bling嘅。但係咧，如果陽光直射咧，呢度係直接就係刺你隻眼噶啦。嗱，你直接嗱，你見到咩啊？直接就射到你隻眼裏邊啦。哇，射到成面都係啊！即係你啲陽光啊，我意思係話，司機都係人嚟噶，係咪先？你唔可以咁樣噶。咁呢個就係我對呢個問界 M9 嘅動態駕駛嘅情況。好啦 ，M9 咧就試駕完啦，所有嘅情況就係咁樣。咁佢算唔算係你心目中嘅墳場發電機咧？有啲人可能會覺得佢有少少油膩，但係對於一個產品力一個功能性嚟講，呢部車 no problem， 價錢可能有啲問題嘅，即係有啲貴咯，係嘛？除此之外，呢架車係咪合你嘅心意呢？問界 M9。